继续来看，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卡到3件案件：诈领助理费、诈领协会补助款，甲违反医疗器材法。伊甲其他18人互检调搜索约谈。高金素梅从移送台北地检署了后，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检察官先互伊转去，但是限制出境出海。后续会看身体状况，才过来摊还。这个高金素梅离开地检署了后，是马上到台大病院去挂急诊，2早起的9点外离开病院。放一下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郭翠安表情看起来真喜悦，立委高金素梅由法警府里行出北检，伊今日透早予调查局人员带去北检复讯，人无爽快。头盔伫法警的手骨，高金素梅因为感冒发烧，检方回升转去，抑过限制出境出海，伊马上被带去台大病院挂急诊。委员不好意思，是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？高金素梅捌因为肝癌开刀，2020年又发现肺结动手术，2024年是因为白内障恶化，搁开刀。工作人员证实讲，伊接受治疗后，早起9点外就转去啊。他会找到相关的证物吗？检方昨大动作，抄高金素梅的徛客甲办公室，总共带回18名被告甲证人。因为查出讲，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、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，搁涉嫌诈领协会补助款。伊成立的原民协会，伫2015年到2018年间，利用办活动机会，假报支出，甲原民会等单位诈领公益补助。伊姓份的助理当时嘛是金曲歌手马子凯太太，因为卡到诈领补助款案件，以50万块交保。因后爸前高金素梅办公室的主任张俊杰，检方怀疑讲是案件主导者之一，佮敢若使用因查某囝的口座做人头领补助款，向法院成案。其他高金素梅的助理、协会人员甲厂商等等涉案的人数，是以10万至50万块不等交保。诈领的金额到底是流去倒位？金额有偌济？检调继续咧追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